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4章。扫罗的囝伊斯波设听到暗尼尼死伫希伯伦，就惊吓失胆。以色列众人嘛惊甲毋知要安怎。伊斯波设有2个官长，巴拉甲利甲，是便雅悯支族比勒人临门的囝。比勒人早前走到基他因，徛起伫遐到今仔日。扫罗的囝约拿单有一个囝，2骹拢歹，叫做米非波设。扫罗甲约拿单死的消息对亚述列传来的时，伊拄仔5岁，伊的年母甲伊抱得走，因为走真紧，囡仔跋落去骹才歹。比勒人临门的囝利甲甲巴拉出去，差不多日中昼的时，来伊斯波设的厝，伊拄仔伫困中昼。因入去厝内拣仔买白麦仔，就对伊斯波设的腹肚拄落去，利甲甲伊的兄弟巴拉就逃走。因入房内的时，伊斯波设拄仔伫房间倒伫眠床伫困，因就甲伊杀死，割伊的头壳，甲头关地，向阿拉巴的方向透眠逃走。因带伊斯波设的头壳去希伯伦大毕遐，对王讲：“请看，这是扫罗的囝伊斯波设的头。你会对着扫罗捌孝想你的性命。上主今仔日已经有为着我的主，我的王，对扫罗甲伊的后代报仇。”大毕因比勒人临门的囝利甲甲伊的兄弟巴拉讲：“上主救赎我的性命，脱离所有的苦难，我去永活的上帝救助。”以前有人来说吉他报我讲，扫罗已经死，伊家己掠做是报好消息，毋过我无甲伊奖励，颠倒甲伊掠起来杀死。何况恁遮个歹人，恁趁无辜的人得困的时，入去厝内甲伊杀死。我竟无要对恁的手讨恁流伊的血的罪，对地上甲恁除灭。大毕命令部下甲因杀死，斩断因的骹手，甲因的尸体吊伫希伯伦的水池边，然后将伊斯波设的头壳埋葬伫希伯伦暗尼尼的墓。